由后壁区公所主导区内各商家团体共同办理豉油后壁精彩一下系列活动。24日伫区公所举办宣传记者会，区长李志斌表示，活动结合14个团体，推出24个活动，并甲商圈联合举办推奖，借此行销后壁文化。豉油后壁精彩一下这类活动，然后最主要的是讲，因为阮的结合商圈会当伫咧满额送，就是讲，阮只要来我们后壁暑假的时候有14个社团，有24个活动，那我们把它整合起来之后，配合后壁商圈来满额。来满额送，就是满200块就会有抽奖券。那我们会在跟后壁商圈同一时间会来举办这个抽奖活动。那最主要的目的有2个，第一个就是行销这个我们说的商圈，带动整个商圈的繁荣。那第二个就是行销我们后壁的文化。我们一档的国际蓝展，把咱后壁抓来30-40万这个人潮，这30几万、40万的一个人潮。怎么把它带到我们后壁市区，我们后壁的商圈，去进入公所、跟咱社区、跟协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啦吼。嘛，感谢咱后壁区公所志斌带领的团队啦吼，会当担任领头羊，把咱14个单位24场的一个活动，在暑假期间这么精心的一个规划。议员沈佳凤致辞时表示，感谢区长为年册蓝电一直延续到暑假的活动，串联起各社区团体，互更多人认识后壁，真正互后壁变头前。区长真正做用心了从蓝展一直延续到我们暑假的活动都把我们社区的活动还是在地的协会把一些活动串联起来，让大家可以更密集的来认识我们后壁啦这就是咱后壁咧做头前的上重要的掌舵手豉油后壁精彩一下，7月到8月推出超过24场体验活动，包含美食 DIY、窑烤披萨、宗教文化节、生态夜观、家具编织等，内容丰富，好食好耍又阁好势，而且搭配推奖活动，让消费者买愈多，得奖机会愈大。暑假的时候，我们后壁商圈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活动，无论是每一个协会的农村体验活动啦，还是我们其他的不同的导览或者是手作体验。但是最特别的是，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推出了，只要你消费满200，然后是我们的到我们后壁商圈的店家就可以有1张摸彩券，然后400就2张，600就3张，所以是非常的棒的哈。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好吃好玩好买。今年暑假来到后壁，除了行踏农村、吃美食、耍手作，搁当消费抽好康。观众朋友不妨小招来后壁佚佗，摕好礼。豉油后壁精彩一下，赞！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